大家好，我係 Cici 姐，今日同大家傾下一個好心水嘅話題，就係豪門千金嘅命運大逆轉。記得以前我哋做狗仔隊嗰陣呢，最懷念就係舊時代黑房沖晒菲林嗰浸藥水味，慢慢浮現出驚天猛料嘅嗰一刻，嗰種心跳加速嘅感覺呢，係而家啲後生仔撳個掣呢就出數碼相，永遠體會唔到嘅。當年我哋 train 喺黑房望住啲相由淺變深，睇住嗰啲平時高高在上嘅名媛闊小，喺鏡頭下展露出最真實甚至係最狼狽嘅一面，你就知呢個世界根本冇完美嘅童話。最近呢，我喺網上睇到好多人討論李嘉誠個長孫女李思德同埋霍英東個孫女霍思慧呢，將佢哋兩個擺埋一齊對比。我特登去翻睇咗幾條 YouTube 過百萬點擊嘅猛料片，睇到下面啲網民留言，真係覺得大家好精明。網上好多粉絲留言話心痛，有千億身家又點出街都要帶成隊保鏢，童年好似坐金絲雀監獄咁。但係其實圈內人都知邊個先係真正嘅人生贏家，真係唔係睇銀行戶口有幾多個零咁簡單。今日 Cici 姐就用一個跑咗20幾年娛樂圈同豪門線嘅老總視角，同大家逐格拆解呢兩位千金背後嗰張密不透風嘅公關大網同埋名利場嘅算計。講到李嘉誠嘅長孫女李思德 Michelle， 大家對佢嘅第一印象就係神秘，極度嘅神秘。呢種神秘唔係普通明星嗰種玩飢餓營銷嘅神秘，而係一種帶住血腥味同極度恐懼嘅公關封鎖。要明白李思德點解會俾李家收埋足足21年，咁我哋就要將條時間線拉返去1996年，當年單嘢爆出嚟嗰陣，全香港嘅傳媒都黐咗線，就係大富豪張子強綁架李澤鉅 Victor 嗰單世紀大案。咁呢，當年我哋成班狗仔隊收到風，真係成個編輯部都震晒。呢件事對李家嘅打擊係毀滅性嘅心理創傷。雖然最後李老爺子交咗10億贖金將個仔平安接返嚟，但係自此之後李家嘅大宅就變成咗一個超級堡壘。李思德就係喺呢種風聲鶴唳嘅氣氛之下出世，佢一出世就注定唔可以好似普通小朋友咁去遊樂場玩。李家嘅危機公關團隊同保安團隊可以話係將保護網做到極致。圈內公關最講究嘅危機公關，黃金24小時與轉移視線大法喺李家身上係無限期延長，變成咗一套終身嘅保密協議。由出世到讀幼稚園，再到去英國倫敦國王學院讀書，李思德從來未用過真名對外曝光。佢讀書嗰陣係帶住成隊保鏢返學。你哋諗深一層，一個幾歲大嘅台妹，身邊永遠跟住幾個穿住西裝、眼戴墨鏡嘅退役國爾克僱傭兵或者特種部隊，嗰種壓迫感有幾大？我記得當年我哋狗仔隊為咗影一張李家第3代嘅相，真係搞到出盡法寶咯。試過有一次，我哋收到線報咧，話李家啲孫咧會去某個私人會所，狗仔隊狗車跟蹤，一路飛車追到去西貢隱秘別墅嘅驚險，真係好似拍電影咁。我哋2架採訪車踩進油門喺山路度兜兜轉轉，點知李家啲保鏢車隊極度專業，一個閘車夾擊就將我哋逼停喺路邊，跟住你個保鏢落車行埋嚟，敲玻璃，面無表情咁望住你嗰種窒息感，我到依家都仲記得。所以李思德喺呢21年入邊咧，真係一張正面相都冇流出過。李家連學校嘅紀念冊都買通晒，或者要求校方簽署嚴格嘅保密協議，絕對唔容許有任何蛛絲馬跡流出嚟。呢種咧就係頂級富豪嘅超能力啦，唔係用嚟買靚衫靚袋，而係用嚟買隱形。但係呢種隱形背後，李思德付出嘅代價係乜嘢咧？就係冇自由。佢嘅人生軌跡由讀邊間學校、交咩朋友、去邊度旅行，全部都要經過保安團隊嘅嚴格風險評估。有啲網民話佢係含住金鎖匙出世咧，其實佢係帶住純金打造嘅腳鐐。各位街坊，Cici姐爆料，從來唔留手。如果你覺得今集猛料夠足，記得幫手撳個熱推，演算法唔推Cici姐啲，心血就白費噶啦。推一推，等更多人睇清呢啲名門望族背後嘅真面目。我哋馬上繼續深挖落去。好啦，講完李家金絲雀啦，我哋將個鏡頭轉一轉，望下另一個極端霍家孫女霍思慧 Lara。如果話李家係為咗防外賊而將個女收埋，咁霍家就係因為家賊難防而逼到個女自己走佬。
霍家老爺子霍英東過身之後，原本以為大局已定，點知2011年霍家爆出驚天爭產案。當年呢單嘢真係養活咗全香港幾多本八卦雜誌。啲阿叔阿伯嘅兄弟姊妹為咗啲遺產喺法庭度互相指責，將豪門最後一塊遮羞布咧都撕到爛晒。我記得有一晚咧，報館截稿前1小時咧，主編辦公室之內決定係咪扣下爆料相嘅博弈真係好激烈咯。有線人俾咗一沓霍家內部會議嘅偷拍，相比我哋入邊影到啲長輩為咗錢拍台對罵，面容扭曲。主編望住啲相食咗半包煙，最後決定出街，因為呢單新聞實在太大。你可以想象下呢，當時後生細仔嘅霍思偉呢，睇住自己啲長輩喺報紙頭條上面好似街市買菜咁嗌交，佢個心有幾灰。可能霍思偉同李思德唔同啦，佢冇揀留喺個家族金漆招牌下面，亦都冇等住每個月分嗰啲家族信託基金。佢做咗一個令所有人都跌眼鏡嘅決定，就係走佬去北京。佢去咗中央美術學院學畫畫，而且係極度低調咁隱藏自己嘅身份。佢冇住5星級酒店，冇請保鏢，甚至為咗融入當地嘅藝術圈子，同啲同學一齊去租嗰啲又濕又暗嘅地下室。你哋諗下，一個香港頂級豪門嘅千金大小姐，平時食慣飽餐刺肚，居然喺北京啲地下室度食杯麵畫畫，呢種呢，就係我哋資深傳媒人呢成日講嘅逆向公關操作啦。當嗰個爭崩頭要上位，要標榜自己係名門嘅時候，佢選擇咗降維打擊。其實狗仔隊強大嘅線人網絡、化妝師、助手、司機係無孔不入嘅，但係霍思偉去到北京切斷晒所有香港嘅聯絡，連狗仔隊都收唔到風。直到佢畢咗業去埋美國帕森斯設計學院深造，攞埋珠寶設計師牌返香港，大家先如夢初醒。霍思偉返香港之後冇入霍家嘅企業，反而自己創立咗一個珠寶品牌，叫做 No33。呢個舉動呢，其實係一巴掌刮落啲真產長輩度，話俾世界知我唔稀罕你哋啲錢，我自己識搵。而家好多明星搞生意都係靠死財贊助夾硬派公關稿，但係霍思偉嘅珠寶品牌從來唔賣傳統廣告，佢深知圈內嘅遊戲規則。品牌公關活動，台下女星面對鏡頭秒變臉嘅教科書級變臉，我見得多。好多所謂名媛搞品牌，啲明星嚟撐場都係俾面派對，轉個頭就將啲產品掟去垃圾桶。但霍思偉唔同，佢用真材實料同埋佢嗰種不爭不搶嘅清冷人設，吸引咗一班真正嘅頂級闊太同埋大明星。聽聞劉嘉玲就係佢嘅鐵粉，成日帶住佢設計嘅珠寶出席大型活動。劉嘉玲呢啲阿姐級人馬咧，見慣世面，如果啲嘢唔靚，你俾幾多代言費，佢都未必肯戴。霍思偉就係靠呢種口碑相傳，自己打下咗一片江山，身家過百億，成為咗霍家第3代入邊最出位嘅一個清流。佢嘅成功，網上啲評論講得好中，佢就係用自己嘅實力去買斷自己嘅自由。我哋再睇翻李家嗰邊，李思德撞足21年，最後點樣出場呢？李嘉誠啦，真係深思熟慮，老謀深算。佢冇揀喺公司股東大會或者咩周年晚宴推個孫女出嚟，而係揀咗喺大埔慈山寺。慈山寺係乜嘢地方？係李嘉誠用咗30億港紙起嘅私人心血，入邊供奉住幾十米高嘅觀音像，而且保安極度嚴密。咁聽講入面呢，有棟建築嘅防彈玻璃呢，厚到連狙擊槍都打唔穿嘅。李老爺子開記招正式宣布李思德出任慈山寺董事，呢一招呢，公關嘅手腕真係高到爆。公關公司 PR 發聲明，字眼背後嘅法律考量與文字遊戲真係拿捏得死死嘅。佢唔係一開始就俾個商業帝國嘅 CEO 位佢，而係俾個做善事管理寺廟嘅位。一來咧可以幫李思德建立一個慈悲為懷、穩重端莊嘅人設；二來咧可以試下佢嘅管治能力；三來咧慈山寺喺李嘉誠心目中地位超然，將呢一度交俾個孫女，等同於話俾全世界聽，佢就係我最信任嘅接班人。隨後幾年，李思德慢慢接手家族生意，做埋兆豐地產董事長，正式介入李家千億帝國嘅核心。但每一次佢出入，依然係被保鏢包圍，依然係嗰個被保護得好完美嘅金絲雀。
佢嘅每一步都係被家族鋪排好。我每講一句說話都要顧及李氏集團嘅股價同形象啊。睇到呢度，大家係咪覺得好唏噓？其實豪門同娛樂圈嘅本質係一模一樣嘅。對圈後人走茶涼、由奢入儉，難嘅殘酷現實與抑鬱，我見過無數明星承受唔到。而對於豪門千金嚟講，佢哋一出世就企喺金字塔嘅頂端，擁有普通人幾輩子都揾唔到嘅財富。但係同時，佢哋亦都失去咗最普通嘅人生體驗。李斯德嘅命運係被動嘅，佢因為家族嘅傷痛而被禁錮咗21年，最後又要背負起千億家業嘅重擔，係佢冇得揀啊！佢連自己叫咩名對外公佈都要聽從公關部嘅安排。而霍思偉睇透咗豪門爭產嘅醜陋，選擇咗主動出擊，去地下室捱苦，用自己嘅雙手畫出一片天。佢證明咗一件事：真正嘅強大唔係繼承咗幾多錢，而係你有冇能力隨時可以對家族話唔玩，有冇底氣自己去創造財富。網上好多食瓜群眾話想投胎做李斯德或者霍思偉，其實大家只係睇到賊食肉，睇唔到賊挨打。你以為做豪門接班人好爽啊？分分鐘連婚姻都要被當成籌碼嘅。你估啲千金大小姐可以好似普通女仔咁自由戀愛咩？背後全部都係資源置換同埋商業聯姻嘅算計。所以詩詩姐我成日都講，做人最緊要係通透。睇八卦睇豪門恩怨，唔係為咗仇富或者葡萄，而係透過呢啲名利場嘅浮誇，睇清楚人性嘅本質。資本永遠都係最冷血嘅，公關永遠都係最識包裝嘅。李嘉誠藏起李斯德係保護，亦係控制；霍思偉逃離霍家係避險，亦係自救。兩位千金行咗截然不同嘅路，最後雖然都係坐擁億萬財富，但係內心嘅自由度呢，絕對係天淵之別嘅。好啦，今日詩詩姐就同大家拆解到呢度。如果大家中意聽呢啲深度猛料，記得幫手俾個熱推訂閱我哋 channel。我哋下集繼續為大家爆大鑊，揭開更多名利場背後嘅遮羞布。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次見。